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旺角老星街坊新頻道。要係話娛樂圈有邊個嘅人生像混搭風大女主劇，一半係搞笑反轉，一半係勵志爽文。莫文蔚絕對得算一個，長相唔按大眾審美嚟，眼睛唔算大，鼻子唔算挺，皮膚亦都唔係冷白皮，可偏偏讓人越睇越上頭。情史更加係繞得好似迷宮，兜兜轉轉跟初戀結婚，事業起起落落，從冇人聽嘅小透明到性感歌之後，再到敢為愛情停工1年，佢就冇按套路活過。今日咁就爬爬佢嘅八卦情史，順便學學呢姐就係女王嘅通透敬儀。第一，1970年莫文蔚喺香港出世，呢一家庭背景講出嚟都得俾人哇一聲。妥妥嘅書香門第家名流之後，祖父係英國人，唔單止係香港戰前名人，仲創辦咗香港頂尖嘅英皇書院。爸爸係作家，肚子裏面全係墨水。媽媽仲犀利，當過英文老師，做過節目主持人，仲任過高級新聞官，妥妥嘅全能女性。喺咁嘅屋企仔大，莫文蔚就係掌上明珠。爸媽長能俾嘅最好教育都堆喺佢身上。咁地嘅細路仔仲喺度玩泥巴嘅時候，佢已經開始學樂器、練書畫，後嚟更加係直接送出國讀書。可呢一姑娘冇長成嬌滴滴嘅小公主，反而自帶一股不服輸嘅敬意。用佢後嚟嘅話講，我做每件事都希望能夠成最好嘅嗰個。呢一股敬意後嚟幫佢扛過咗唔少坎。不過小時候嘅莫文蔚亦都有過追星小迷妹嘅時刻。1977年亞洲歌唱比賽，先至6歲幾嘅佢抱住一大束鮮花，咁癲癲咁跑上舞台，俾當時啱啱從國外翻嚟仲未爆紅嘅張國榮送花。嗰時候嘅張國榮睡得晃眼，佢嗰時候邊知道呢一束花可唔係白送㗎。20幾年之後，呢一位睡哥哥會變成佢嘅伯樂，幫佢喺娛樂圈站穩腳跟。只能夠講緣分呢一嘢，有時候比劇本仲會寫。第二，17歲嗰年，莫文蔚被送到意大利留學，本來係去學本事嘅，結果冇成想，本事冇學完，先把戀愛傾咗。佢遇上咗後來嘅老公，德國人 Johannes。嗰時候嘅 Johannes 定係個無頭洗仔，莫文蔚孤身一人喺國外，兩個人湊一塊學語言，你教我德語，我同你拗中文，聊住就熟啦。後來更係變本加厲，一齊去羅馬度假，橫佛羅倫薩嘅古建築，冇事就窩埋一齊玩俄羅斯方塊。用莫文蔚後嚟嘅話講，嗰陣時嘅愛純得好似礦泉水，冇別嘅，就係想同佢踎埋一齊。不過少女情懷總係詩，莫文蔚亦都犯咗小女生嘅作敬儀。眼睇要分開一段時間，佢怕做 Johannes 喺國外沾花惹草，就想玩把欲擒故縱，故意跟人講要唔要分手吧。結果呢，人哋做 Johannes 係個鋼鐵直男，根本冇 get 到佢嘅小心思，仲以為佢係認真嘅，當場就點頭。行一埋就好聚好散。莫文蔚當時就懵啦，唔係我同你鬧住玩呢，可話都講出去啦。小姑娘拉唔下臉解釋，呢段初戀就咁草率殺青咗。後來佢回憶起呢一事，自己都笑，嗰時候太傻啦，以為愛情裏邊嘅小套路管用，冇算到文化差異咁坑人，人哋根本唔食呢一套。咁初戀沒咗，莫文蔚亦都冇沉溺太耐，佢轉頭就把精力放喺咗音樂上，喺國外跟住專業老師學唱歌、練作曲，硬生生將失戀嘅傷心變成咗搞事業嘅動力。而家睇呢一波失戀轉型，其實係為佢後來嘅歌壇路打咗基礎。第三，1993年23歲嘅莫文蔚返到香港，發行咗首張粵語唱片《Karen 莫文蔚》。嗰時候嘅佢走嘅係清純玉女路線，頭髮長長嘅，着住淺色連衣裙，試圖靠乖乖女形象圈粉。結果唱片發出去，反響平平，得自白開水，冇人買賬，亦都冇人記住呢一個長相普通嘅玉女。媒體更加係直接潑冷水。莫文蔚唱歌冇特色，唱得亦都唔似明星，呢一張唱片怕係要沉。嗰排莫文蔚地必屈嘅，明明自己練咗咁耐，點就冇人認可？佢只能夠跟住媽媽到處跑活動，想多認識點人。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，喺一次活動上，佢又遇上咗當年嘅睡哥哥張國榮。呢個時候嘅張國榮已經爆紅，成咗香港娛樂圈嘅頂流。兩個人傾咗冇幾句，張國榮就認出佢啦。你唔係當年俾我送花嘅小女孩咩？而家都長咁大啦。莫文蔚趁機同佢傾起自己嘅困境。張國榮一聽，覺得呢個姑娘有韌勁，又有音樂底子，就話冇事，我幫你諗下辦法。
最後張國榮真係成咗佢嘅貴人，唔單止俾佢介紹資源，仲教佢點樣喺舞台上擺得開，點樣將自己嘅特色亮出嚟。莫文蔚後來喺採訪裏面話，張國榮嘅專業同埋人品，我一世都要學。要係冇張國榮呢一把扶一把，莫文蔚可能仲得喺小透明嘅圈子裏面打轉好耐。所以話有時候貴人唔係錦上添花，而係雪中送炭。莫文蔚呢一個運氣，亦都藏住佢嘅踏實。人哋願意幫佢，亦都係睇佢肯努力。第四，1995年另一個貴人揾上咗莫文蔚，咁就係周星馳。當時周星馳正係拍《大話西遊》，一眼就睇中咗莫文蔚，俾佢演白晶晶。邊個都冇諗到呢一部電影會成經典。莫文蔚亦都因為白晶晶呢一個角色，第一次被大眾記住。戲裏嘅白晶晶愛孫悟空愛得卑微，戲外嘅莫文蔚卻同周星馳擦出咗火花。可嗰陣時嘅周星馳正係同朱茵談戀愛，兩個人亦都係圈內公認嘅金童玉女。莫文蔚一出現，媒體直接炸咗。有報道話，朱茵收工之後去周星馳房間，發現門反鎖，開門後周星馳神色慌張，床定係溫嘅，廁所門亦都鎖住，暗指裏面藏住莫文蔚。就咁樣，莫文蔚被按上咗第三者嘅帽子，罵聲鋪天蓋地換別嘅女明星，可能早就崩潰啦。一係澄清，一係莫文蔚冇咁做，佢該拍戲拍戲，該唱歌唱歌，愣係冇同媒體掰齊一句。更加讓佩服嘅係，後來周星馳拍食神，俾佢演火雞，一個罩牙滿臉痘，着得土裏土氣嘅角色。要知道嗰時候嘅莫文蔚已經有啲名氣啦，玉女形象啱啱立住，扮醜好容易掉粉，可佢諗都冇諗就應承咗，仲特登肥帶假埋牙，將火雞演得活靈活現。人哋問佢唔怕醜咩？佢笑住話角色需要嘛，醜點怕乜嘢？能夠讓觀眾記住就得，就衝呢一份豁得出去。莫文蔚亦都該火。食神上映之後，周星馳再次回到事業巔峰，莫文蔚亦都因為火雞呢一個角色徹底擺脫咗花燈標籤，等大家睇到佢嘅演技。不過佢同周星馳嘅感情冇撐幾耐就分咗。據講莫文蔚能夠接受地下戀情，卻受唔到周星馳嘅花心。佢身邊總圍住別嘅女仔，佢唔想委屈自己。分手之後，娛樂圈開始傳周星馳嘅壞話，話佢敲門、脾氣差、人緣唔好，冇人敢替佢說話。只有莫文蔚企出嚟，星仔係天才，天才做事有自己嘅風格，佢其實好照顧人。後來仲話冇佢就冇今日嘅我，唔思前任，唔踩前任，仲識得感恩。呢一份嘅格局比好多明星強太多。第五，離開周星馳之後，莫文蔚嘅感情生活冇鏗鏘幾耐。1997年，佢通過張國榮認識咗馮德倫。嗰時張國榮喺籌備自己嘅導演處女作，特登揾咗莫文蔚同馮德倫當主演，仲偷偷同莫文蔚話：我覺得馮德倫唔錯，你兩個可以傾下，好搞火。張國榮呢一個係既當伯樂，又當月老啊！馮德倫比莫文蔚小4歲，係個帥哥，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有好感。1998年底就傳緋聞啦，可直到2006年，佢哋先至手拉手亮相香港電影金像獎，正式公開戀情。記者問佢點解而家先至公開，莫文蔚梗直得可愛，點解唔能夠公開？拍拖又唔係見唔得人嘅事，偷偷摸摸幾麻煩。喺呢一段姐弟戀一開始就唔被睇好，馮德倫事業冇莫文蔚好，還總被傳花心。果然莫文蔚因為工作經常唔喺香港，馮德倫就開始放飛自我，流連各種聲色場合。2007年底，莫文蔚喺演唱會上突然話：今年年初我分咗手，感謝佢9年裏邊我嘅創作靈感，而家做朋友亦都幾好。消息一出嚟，大家先知道佢兩個分咗。後來馮德倫自己承認係佢出軌咗，對象係個離婚大娃嘅女人。按講呢個時候，莫文蔚就算罵佢幾句，大家亦都能夠理解，可佢偏不。記者問佢恨唔恨馮德倫，佢笑住講唔怪佢，可能係我嗰陣時太任性啦。再後來馮德倫通書期結婚，莫文蔚仲大方送上祝福。佢總結呢一段感情，馮德倫教會我談戀愛要開開心心㗎，9年感情說散就散，唔抱怨唔指責，仲能夠笑住總結收穫，呢一份灑脫真唔係一般人能夠做到㗎。第六，感情上起起伏伏，莫文蔚嘅事業亦都冇閒着，早年發唱片不火，媒體俾佢扣上歌壇毒藥嘅帽子，話佢唱歌冇辨識度。1997年，佢乾脆轉戰台灣，揾咗李宗盛。李宗盛係音樂教父，最會挖掘歌手嘅特色。
佢一睇莫文蔚就話：你唔使裝清純，你嘅性感同埋野勁兒先至係最大嘅亮點。喺李宗盛嘅打造下，莫文蔚徹底轉型，剪短頭髮，着性感嘅衫，唱歌亦都帶咗股慵懶又勾人嘅勁兒。1998年，佢推出專輯《我要話 I Say》，裏邊嘅佢唔愛我直接火啦，大街小巷都就唱佢唔愛我，牽手嘅時候太冷清，擁抱嘅時候唔夠靠近。後來又跟張洪量合唱《廣島之戀》，更係火得一塌糊塗，至今仲係 KTV 必點曲目。莫文蔚成功徹底擺脫歌壇毒藥嘅標籤，成咗性感歌之後，人哋問佢轉型難唔難，佢話係難啊，一開始都驚大家唔接受。可李宗盛老師話做自己就好，我就試咗，冇諗到成咗。其實邊有乜嘢突然爆紅，不過係佢肯放低玉女嘅執念，咁嘗試新風格，再加上背後嘅努力，為咗唱好一首歌，佢能夠反覆練幾十遍，直到滿意為止。第七，跟馮德倫分手之後，莫文蔚又經歷咗一段緋聞，跟張亞東合作，被影到舉止親密。嗰陣時，張亞東仲同瞿穎談戀愛，不過呢段緋聞冇持續幾耐，兩個人就冇咗下文。大家都以為莫文蔚可能要搞事業搞到底啦，結果2011年金曲獎頒獎典禮上，佢突然宣布我要結婚啦，新郎係我17歲嘅初戀Johannes，全場都懵咗。呢劇情亦都太狗血啦吧！兜兜轉轉20年，竟然又同初戀走到一齊啦。原來2003年，莫文蔚去柏林拍電影，偶遇咗 Johannes。呢個時候嘅 Johannes 早就唔係當年嘅無頭小子啦，成咗德國金融業嘅高管，成熟又穩重。兩個人一見面就好似翻到咗意大利嘅時候，有講唔知嘅話， Johannes 都冇含糊，直接攞出戒指求婚。咁多年，我一直冇忘記你，我哋結婚嗎？莫文蔚諗都冇諗就應承咗。佢知道 Johannes 有過一段婚姻，仲有3個細路仔，可佢一啲都唔介意，細路好愛，我願意當佢哋嘅媽媽，亦都唔想再要自己嘅細路仔，把愛都俾佢哋就夠啦。2011年，佢哋喺意大利舉行婚禮，就喺當年初遇嘅地方。婚禮上，41歲嘅莫文蔚同埋 Johannes 手牽手笑得好似個孩子，比年輕人仲甜。婚後嘅莫文蔚成咗幸福小女人。以前佢係工作狂，11年冇休過假，婚後卻特意請咗3個月假，跟老公周遊世界，去大溪地睇海，去秘魯鋼古城，去亞馬遜森林探險，走到邊拍到邊，照片裏邊全係笑容。佢媽媽亦都特別滿意呢個女婿，逢人就誇Johannes 太乖啦，俾100分。佢有細路點啦，我一啲都唔介意，只要 Karen 開心就好。更加讓人羨慕嘅係 Johannes 每年都會俾莫文蔚送戒指，結婚8年從冇短過。莫文蔚話佢知道我中意儀式感，所以總記住。2019年，佢喺絕色莫文蔚世界巡迴演唱會上話，結婚8年，同老公聚少離多，我打算全面停工1年，專心陪佢，唔想再做視頻里嘅夫妻啦。要知道娛樂圈競爭多激烈啊，停工1年好可能就被遺忘咗。可莫文蔚一啲都唔驚，事業重要，可愛人更重要。等我上工作啦，再返嚟就好。2019年10月1日，佢哋結婚8周年紀念日，莫文蔚喺社交平台晒出照片，兩人喺海邊手牽手，十指緊扣，配文祝我哋永遠17歲，網友都酸咗。呢邊個係結婚8年，明明係啱戀愛嘅小情侶啊！第8，從17歲初戀告吹到23歲出道遇冷，再到被罵小三、歌壇毒藥，又經歷9年姐弟戀分手，最後嫁俾初戀莫文蔚嘅人生，從來都唔係一帆風順。可佢從來冇怕過，長相唔符合大眾審美，就靠特色同自信圈粉。事業遇挫就換個方向重新嚟，感情受傷就灑脫放手，唔糾結不抱怨。遇到啱嘅人就敢為佢停工，唔怕失去事業。佢嘅例子唔係一定要當大明星，而係唔理遇到乜嘢事都能夠做自己，唔委屈唔將就。佢嘅搞笑係面對生活嘅調侃，初戀玩脫咗就笑自己傻，被罵咗就當未聽見，活成咗沒心沒肺卻又通透嘅樣。而家嘅莫文蔚50幾歲啦，仲能夠開演唱會，仲能夠同老公甜得好似初戀，事業愛情雙豐收。有人問佢幸福嘅秘訣係乜嘢，佢笑住話冇乜嘢秘訣，就係敢愛敢恨，敢拼敢停，做自己就好。比起嗰啲靠顏值靠炒作嘅明星，莫文蔚先至係真嘅牛。
佢活成咗自己嘅女王，唔理外界點講，都按自己嘅節奏走。咁樣嘅女人唔理到幾多歲都會閃閃發光。今日嘅視頻到呢度就結束啦，我哋下期精彩視頻再見。